这可是个笨不好跑呢。是。哎，有的人是来4个钟点。漂亮漂亮！叫什么节？过关节，过关节。你怎么又3个节？啊，怎么又去了？说说说。我带了你。买了2顶帽子，包子。也买了啥？啊。
感谢所有游客朋友们的参与，非常感谢。那么接下来我们的本赛呢会带上我们的公主，骑上我们的骆驼，有我们的千年古铁歌，我们的民族曲，我们的美食，来有请。喀什是个好地方，希望你们能够爱上喀什，常驻喀什和常来喀什。来喀什了会逛古城的，同时也一定不要忘记去消费园。消费园是一个出处是消费、美女荟萃的地方。亲爱的客朋友们，我们的十一公主小浪头的活动也到此结束了。我们的活动时间是每天下午的6点半，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。希望所有游客朋友们在我们的喀什玩得开心，玩得快乐，再见。坐在那个山上去见了。真大的。
Nereden teşekkür ederim oturdum sana. İyi bak hepimiz çok güzel bir işin Человеку все реально сложно очень и今天不晓得。这个白头天。在这边，往这边走。再往哪？往那边。往这边走啊。那所有人往那边绕过来的，有专业。一样的，这边从哪走回来？完事了。如果有皮蛋包的吗？装鱼不同的。这可是啥？这是啥？鱼的。鱼缸。
哇，怎么要这么贵啊？对啊，不要。这里边下面都是逛逛，我看看不老的东西。要是你撒一圈一转，又跑到那边去了。这里头。아, 걔도 이제 다 이제 진짜 힘들 망한 거 같아. 上午开车回家过来买点肉嘛，买点肉饭。这里头应该不你你好，这里没不。那有了，你就这样走，拐弯才能出去。都在现在拐弯，都在拐弯，都在拐弯。哥哥，你看这个哥哥，哥哥，你看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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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哥哥。
还是一般。
给你各种尝一下，这怎么？多少钱？3块钱，姐姐。对呀。我看吃完这个我们吃他们刚吃完饭，只有这一点啊，便宜啊。给他们小袋子应该。爷爷，啊，我真脏。这个可以。哪儿呢？都是刚大出来的，这有点意思。我的完全就是在云南。在这儿，他拍照去了。啊。还挺多是啊，不是这个。没想多了，一个不是让我切呀。I can imagine it's the whole city sound, but the city is和我们往前加，放一脑一个加。我拍了几张照。你晚上完事情的爸妈都很满意，然后今天晚上你看这个奖励给很多东西。来，直接来，你站这个蓝颜色的。别过去，不让你来，关上我这个。这个门不要关上吗？不用，没事。关上更好吧？对，我不看这个。看这个，人家专业的摄影师。对吧？那最品质啊。那个老陈也是专业摄影师。对。这两种。看那个普通市民的这个。在哪里拿来放到哪里哦？
好，手过去摸一下那个瓶子，我看一下。摸这个哈。对对对，好，换你的右手摸，我看一下右手。对对好，右手摸，哎，对对对，好，可以，你稍微再走近一点点。对对对，好，可以。眼睛看哪？哎，对。眼睛看哪？拍了啊，已经拍了，你就拍了。哎，对对，别动，哎，对对，好。那眼睛看哪？自然一点，看我，这张看我，这张看我的，对对，走歪点。好，你看我，哦，看不到，挡住光了，哎，对了，好，又挡住了。那接下来怎么做？这个嘛，我一看我这镜头变黑了，哎。爸爸。哎，好看，这个地方好看，特别好看，真的，特别好看。小过来，过去，别进。你看，你不要跑，哎，你过来到这儿，你看他们在搬东西，你不要妨碍他们，别在这儿，要干活要防着你，给你爸爸就行。对，哎，不动，姐姐不动，站在一下。你站这儿。快点。当狼的。对，你来这边背靠这个桥就行。哎，好，手上抓一下，好，你靠上，不要往前扯。哎，对，好，背挺直，手抓一下，小扶上那个位置，抓扶上。对，往这里推挺，直接推挺。对，别，手腕这样压下去。哎，哎，对，啊，你看，眼睛看到这两个。哎，对，啊，你背挺直。靠近我这个肩膀，就是后背啊，我们这个头稍微分开一点，再分开。哎，好，对，再往前走。对，背挺直，开点下巴。我们。对，要不然我再往下踩，身体和墙稍微分开一点点。哎，对了，你看转脸，看这墙的白色这个管子竖的那个，脸蛋再转过来一点点。哎，对，好，不动，对了，哎，对，OK，不动。不动，你这肩膀转过来一点，你看脚再往前踩一下，看我这里啊。哎，对，头往下放一点点。对，看这里，好，不动，好，对，来1、2，来，不动，哎，来，再来。不舒服，重新来一下。对，你脚再往前踩啊。哎，好，可以刚刚。对，好了，你看。不然老当关键在很少。对，你这好像这里好多同学那你也吃了不少呀，还干嘛？哎，对啊，对，刚才他是往前走。这是啥老鼠啊？哪里说？你叫干嘛？啊？我越看我。
还是妈妈去买？大家等会儿。Let's go and get set. You don't have. 有中文吗？中文吗？移风易俗，从我做起，自觉崇尚文明，追求现代文明生活，遵守清规民约，养成健康、和谐、文明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，积极参与健康向上的文化、体育和娱乐活动，进行文明乡风、良好家风、淳朴民风，形成尊老爱幼、好学善进、邻里和睦的良好社会氛围。维护团结从我做起，从自身做起，与身边各有能力的社会互相帮助、互相学习、共同创造。每天逛古城呀，大家。
还得是我吧？我的脾气想法还比你的。我好啊！你那个好大个。马上快到了。哎，这边这边。看不出来他们那拍的。哎，这条路还往前面走。从这边开始走是吧？啊。对，咱们也对着视频走，但是。
他们动的不行。今天根本没有，今天你只负责给我们拍照，拍照也好听。刚刚给你拍2个，还来一个。不满意啊。总会遇到这种人，是吧？是啊，还会遇到非常很恶心的人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遇到很讨厌的人。啊？老大，看这，那是脚，我的男朋友。看这，喝到，老大，这是老大，看这，一个喝到。老大，The YouTube
狗肉好正常，就是每天。口罩戴好干啥？口罩去掉，拿掉吗？口罩。等一下。爸爸18号来了。啊，帮我出个去弄呗。妈，小心点。啊？大好去吃了，还没搞清楚。啊，那个，你那说好不好？给掉头走了。来，16节上那找证来。16节。就是管委会的人，他们把这个布袋子全部都贴在这个墙上也好啊，因为游客比较多，他们把门关了。啊，来啊！我的头会仰得高。啊，你们想看啊？这个维吾尔特别好。有的。非常照办。那多少的斤两米啊？这大大家往这跑，就是那个。
从那时候接主任了。想不起来了。把它这个烧一点点。这以后就看到不搞他们。老百姓都住在这里。然后那个。任何人员、任何车辆不让进。往哪边走？爷爷的爸爸。哦，你生气了？为啥？我们现在那个往前走啊！你在休息会？前面都在烤包子呢。哎呀，这个烤包子，老烤包子，前面上。我娘一口面，不要口来吃面。再给你串口。南上，去南上。这会全是皮的，我一听那就不咋地。